你们有被通知？你知不知道有身份证管制的这件事情？看新闻，有知道就对了。啊，民众会不会跟你们聊说，他们这样来买很不方便之类的？会啊，也会啊，也许就只有一个人出来买，固定就只有那一个人出来买而已啊。他就只能说，就他如果双号，他可能说246啊，对啊。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人潮啊？你觉得这样子？有，这已经跟上礼拜二比起来少了一半。一半哦。一半了。那这样你们的量是不是纸飞上面也变少？对啊，一定的啊，一定就已经少很多啦。那你觉得这样分流政策好还是不好？在这段时间？这段时间，情非得已也是要做啊。对啊。以我们南门市场来讲，它的出入口连巷子来讲都有差不多10几个了。那你怎么弄？你说，小姐，你那身份证来我看看，我有没有那个权利？他说要叫自治会弄，自治会实在也没有那个权利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让客人自己，百姓自己去分流嘛。好像今天人就少很多。